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。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，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种在生命的一坚定，献上自己，做你妻。只愿荣耀你生命，我的生命。丽安，你在上面了吗？他在了吗？啊，那上面是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又好什么？哦，哎，那又好，我第三首的时候，你第三首我要从副歌开始，所以你第二首结束的时候，就对第三首的副歌，从我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很开心我们能够在今天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赞美主，我们一起站立来赞美他好吗？我们用拍手来赞美他，我们唱诗歌来赞美他，嘿，一起来，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的爱。伟大作为，世上无人能相比。你信实的爱，你信实的爱，眷顾我一切所需。我高声宣扬，唯有耶稣是救主，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，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，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。想给你前后左右的说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嘿，一起来赞美 ，Come on！ 你怎能形容你所赐奇妙的爱？你伟大作为。
上无人能相比。我们来说你信实的爱，你信实的爱，他眷顾我们一切所需，顾我一切所需。我们要高声来宣扬，我高声宣扬，唯有耶稣是救主，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，在宝座上你统管荣耀的君王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。跟我一起来，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，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。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次来说，你是全能神，你是荣耀的救主，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。你是全能神荣耀的能神，荣耀的君王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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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他是配得我们赞美，配得我们尊崇，爱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拍手赞美他。嘿，一起拍手。一起来哦！尊荣是你看我的眼光，洞悉我内心的宝藏，使我重燃生命盼望。我愿为你勇敢梦想，祝你盼望彰显，力量闪向我彰显，让全世界都扬声赞美。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，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，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。我们可以用我们全心全人全意在他的圣殿起来歌唱赞美他。使我领受，使我领受你尊荣眼光，看每个人按你形象，孤独失望都不再捆绑，一路爱到永不失望，祝你盼望彰显，力量上向我彰显，让全世界都扬声赞美。一起来哦 ！Come on！ 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，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，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我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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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再来一次 ，Come on！ 我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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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一起唱。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，
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。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，在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。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你爱点燃，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。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。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你爱点燃，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，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，让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。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让我们来跳舞，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让我们跳舞，让我们来跳舞，来歌唱。哈利路亚！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。我的渴望，我的决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。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同在，生命得以坚定，献上自己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我们一起来。你是我灵魂的高台，我生命中的避难处，在爱中找到你同在，主我敬拜。我们降服在他的脚前，我降服在你的脚前，感受你甜蜜的同在，渴望永远不要离开，生命真光是你的爱。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。我的渴望，我的决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。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同在，生命得以坚定，献上自己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来做祷告，我们来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献上感谢赞美，无论是好的是坏的，我们都来向主来说。我们也向未来来向主来祷告，我们是否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用尽我们的全心来向主祷告，来向他诉说，来跟他交通，来跟他交流。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。你可以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为你的服事，为你的工作，为你的家人，为你的学业。我们将自己献上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向他来说，我们很久没有向他来真正的敞开心来祷告，敞开心的来让他知道主我们在想什么。他虽然都知道，但是你要跟他说，因为唯有借着祷告，我们才能明白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。
唯有借着祷告，我们才能知道说，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他，我们生命是他所赏赐的，我们生命是单单来自于他的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在他的面前，献给他，为他使用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你是配得我们称赞的，配得我们所尊崇。我们一起来。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，我的渴望，我的全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，我的盼望生命的一坚定，献上自己，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。我们再一次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高举我们的双手，甚至是把我们的手在我们的心上面，我们向主来跟他说：我的全心，我的渴望，我们将所有的自己都献上给你。哈利路亚！我的盼望来自于你，有你常在，生命的一坚定。献上自己，做你的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我们再一次，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。我们用这个歌来向主表明我们的心意。主耶稣，我们愿被你使用。我的盼望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盼望是爱我们的主耶稣。生命的一坚定，献上自己，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是独行其事，你使红海分开，你使日头都停住。求你垂听我们刚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祷告，并且当我们在侍奉服事当中，我们来寻求明白主你的旨意。我们用祷告来跟主耶稣你交通，唯有祷告才能清楚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。我们或许在服事上面会感到失望、劳苦，有时候还会有奔波的时候。但你告诉我们，别忘记主你爱我们，你已经先爱我们了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主耶稣，爱人。我们看见主耶稣，你以祷告作为服事的根基，用爱和赦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后你用生命献上活祭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、每个弟兄姐妹应当学习主的样式。我们要用更多的祷告来跟主耶稣交通，更多的呼求来明白主你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意。我们也将以下
敬拜赞美的时间，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也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等等的聚会，都能够敞开心，打开耳朵，聆听主你对我们要说的话。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依然站着，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。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。我们请奉献的同工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心做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之前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的生活，保守我们的脚步，都能够合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得以被爱。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配得称颂的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之用，也求你悦纳。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111教会的消息啊。第一点，111年度奉献证明已经备妥，请到月线柜或公布栏自行拿取。第二，2023年3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，请自行参阅。第三点，5月21号礼拜天下午1点，教育部举办手工皂制作、冷制皂 DIY 活动。由于场地有限，将采家户报名，同住的家人仅可派1人为代表报名，限国中以上。然后请到1楼柜台报名，额满截止，20位就额满了。地点在4楼教室。第4点，教会1楼大门右侧彩色镶嵌玻璃组，经小卫同意，由台北公馆教会退休长老奉献，委由台艺波公司设计制作，已经于4月21号完成安装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第5，疫情后生活渐趋正常，主日礼拜及查经祷告会的直播仍会持续。
唯有取消各团契赖群组的直播连结。若不可参与主日崇拜者，请进上 YouTube 搜寻建成教会即可点阅礼拜直播。查经祷告会也会持续在 Facebook 建成教会社团里直播。团契消息：5月6号礼拜六，青社团契举办野外一日游，地点小人国。奉献明细，请自行参阅。如果有遗漏或是错误的，请向会计更正。正道，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用祷告服侍主对不起，圣经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0章12到14节。约书亚记第10章12到14节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人的那一日，约书亚向耶和华说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太阳啊，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停在亚雅伦谷。太阳就停住，月亮就止住，直到国家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？太阳停在天空当中，没有急速落下，约有1整天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声音，没有像这日的。这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作战。以上。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用祷告服侍主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姊妹牧师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想有一个成语，蛮有趣的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瞎子摸象这个成语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，老师在讲这个成语的时候，还小朋友嘛，就会上去做这些体验活动，就是瞎子摸象啊，这样，假装瞎子，然后摸一个部分局部的东西，然后去猜这是什么这样子。我们很常会借由一个单一事件，或者是单一的现象，就会试图去推敲全面性的东西。这是我们很常会做的事情。就像我们也知道我们明明知道人实在是有限的个体，我们人实际是有限的个体，却总想挑战无限的事情，这无可厚非。好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这样子开展的。然而不可否认，就是当文明带来进步的同时，其实也带来许多的负面循环。比如说环保的问题，好，很进步嘛，但是环保问题就衍生出来很多环保的问题，不管是污染各种的污染这样子，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。只要医生实在是查不出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生病，通常他都会说你压力太大。好，你压力太大，你要放轻松，放慢脚步。你压力太大，好，如果他怎么样都查不出你到底是什么病因这样子。还有呢，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侵占掠夺，不论它是用军事的方式、政治的方式，还是经济上的钳制，好，就是简单来说，我们都必须付上文明进步的代价。身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其实还蛮幸运的。我们何其有幸，能够因为有上帝的引领，可以让我们减少失败跟错误的程度。我们只能把这个程度，失败跟错误的程度降到最低。好，圣经是上帝对我们宝贵的启示，我们可以借由圣经去推敲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可以借由圣经去推敲，上帝喜悦我这样做吗？还是不喜悦我这样做？但是牧师也常常提醒大家，在查经祷告会的时候，提醒大家说，圣经绝对不能只单看字面上的意思。圣经不能只单看字面上的意思，还要看上下文在讲什么，就是它整个的脉络，我们也要去知道，还有它的时空背景。在发生这件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它有什么时空背景？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话？它有它的时空背景。好，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这么做？他也有他的时空背景，我们要去了解。除非你对圣经各个书卷的时空背景，你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，否则，但是如果你要去研究更深入的去研究的时候，你今天这样看一点，那样看一点，很容易会落入瞎子摸象。
跟断章取义的危险。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读圣经，特别是读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如果我们用瞎子摸象、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会发现会引起一个很大的危机跟错误。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上帝竟然就跟阿拉丁神灯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的上帝跟阿拉丁神灯一样哦，是有求必应的上帝。但是随之而来的疑惑跟愤怒，就是为什么上帝只听约书亚的，不听我的？他的祷告才是祷告啊，我的祷告不是祷告吗？可能我会这样子的疑惑跟愤怒。当上帝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，攻占迦南地，牧师还是不断的强调，请大家务必要跟着读经进度。如果你没有跟着读经进度，就知道我们约书亚记已经读到这边，已经读过了。好，上帝吩咐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。其中有一场战役，约书亚势如破竹啊！哇，这个打的，我们要打仗怎么样？打铁要趁热。他打的势如破竹，把敌人节败退别人，把敌人节打败，他就不想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，于是他就做了今天这样子的，可以说是祷告，也算是呼吁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地方，请好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的那一天，约书亚就向耶和华说话。约书亚向耶和华上帝说话哦。在以色列眼前，而且又在以色列的眼前说：“太阳啊，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停在亚雅伦谷。”这是约书亚说的。然后呢，太阳果然就停住了，月亮也就止住了，直到国家向敌人报仇。太阳停住，月亮就止住不动了，所以整个维持在一个白昼，就是白天的状况，你才能乘胜追击嘛。如果现在要日落西山了，你剩不了多少时间了，敌人打了一半，夜黑风高，其实不太好再继续的进攻，对进攻的人其实会有危险。好，那你就要暂停。好，暂停的情况下，那就让别人有喘息的机会啊。可是现在约书亚不这么打算呢，他想要一路到底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向上帝说了这件事情。然后果然，上帝就让太阳停住，月亮止住。14节说，然后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声音，没有像这日的。这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。这日以前，就是那一日以前跟那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声音，没有像这日的。耶和华只听，意思是说，耶和华只听约书亚的祷告，完全照他所祈求的实现，让这一天就平白无故多出了10到12个小时，就是白天的时间拉长嘛。我们一般白昼的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，从日出到日落。然后那一天呢，就平白无故又多了大概12个小时，所以那一天的整个白天呢，就是大概24小时这样子。上帝听人的声音，上帝照人的意思去做事。我不确定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，感觉有点怪怪的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应该是人去听上帝的声音吧？因为人去照上帝的命令、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事，怎么会反过来呢？你们不觉得哪里怪吗？好，上帝果然就照约书亚所说的成就了，然后把敌军让约书亚把敌军整个剿灭。其实约书亚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，是其来有自的。如果我们从约书亚记的第1章开始读，一直读到这里，就会发现上帝的目标就是约书亚的目标。上帝的计划，他没有一样偷工减料的。上帝与他同在，他与上帝同行。约书亚所言所行都代表上帝，他怎么做，上帝当然就照这样的成就，因为他所想的、他所说的、所做的，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。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整个约书亚记，从一开始，
好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顺利的就渡过约旦河了，然后呢，攻取耶利哥城，好，攻取耶利哥城，然后呢，继续在攻打爱城的时候，就惨遭滑铁卢啊，惨败。原来是有人得罪上帝啊，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，做了上帝明明禁止的事情。约书亚他为了要继续完成上帝的计划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揪出那个害群之马亚干。他用抽签的方式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哪一个支派的哪一个家族的哪一个人，原来他做了得罪上帝的事情。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不容易耶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教会要开除会籍，如果有人得罪上帝，违背上帝的命令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讲说违反了教会法规，要开除会籍。容易吗？我不只是得罪，如果今天小会员要开除某人的会籍，我不只是得罪那个人，我还得罪他的家人。如果他有一大家族在这个教会，我就得罪他一大家族的人。这个决定容易吗？其实不容易耶。人情世俗的这种考量不容易耶。但是在人情世故跟上帝之间，约书亚选择了上帝，因为他还有他的使命跟计划没有完成。除掉了这个亚干这个绊脚石之后，果然他们就顺利的攻取爱城，把刚刚惨遭滑铁卢的那一个战役就攻下来了。或许是转败为胜的一时开心，就有一点松懈。很快的，他们在约书亚记的第9章，他们就被基遍人欺骗，被他们蒙骗。在蒙骗的这个过程呢，他们就跟这个基遍人签订了和平互不侵犯条约啦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互不侵犯，我们和平共处、和平共存。可是上帝明明是要他们去进入迦南地，要去攻占整个迦南地的，所以这个约定让约书亚陷入两难。因为如果他们要遵守跟这个基遍人的约定，他们就违反上帝的命令。可是如果他们现在要贯彻上帝的命令，就要毁约。毁约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他们在神明的面前起誓立约。对于基遍人来讲，他们是外邦人嘛，他们在神明的面前起誓立约。那以色列人呢？他们是指着耶和华上帝的名来起誓立约的。如果毁约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有辱上帝的名，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啊！这个是犯了10戒，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。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他们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行都代表着上帝。怎么可以毁约呢？我们毁约代表上帝也毁约。那上帝不是被全迦南人轻看了吗？那你们那个上帝也不过如此嘛，说而已，讲一套做一套。这样的两难该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？最后，他们为了让迦南地的各部族能够继续见证上帝的全能，也为了他们能够继续完成上帝的计划，约书亚跟他们的领袖们就开始调整错误。A 走不通 ，B 走不通，那时候还有第3条路 C 吧。好，我们选第3条路走。他们在调整错误，要求这一些诓骗他们的基遍人，因为基遍人诓骗他们嘛，可能心虚吧，所以他们有额外的要求，他们也都同意。以色列人呢，就额外要求这些基遍人要服在上帝的全能底下，要为服侍上帝而活。他们就是要降服在上帝之下，为圣殿做一些杂役，就是做一些苦工这样子。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攻取迦南地的整个过程，就是从刚才讲的这一路走来，我们会发现，只要有上帝同在，就可以顺利的得地为业。但是如果得罪上帝，对上帝的命令睁只眼闭只眼，就会被绊倒，甚至被剪除。几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才读过马太福音，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名叫以马内利。
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当我们连结于耶稣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在马太福音的最后，上帝也说：当你们就是成为我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大家施洗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把这样子的应许当作一回事？我们有把这样子的应许跟身份当作一回事吗？还是耶稣他说他的耶稣，你那个天国的蓝图真的非常的大，但是有点困难，我还是做我的。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？是耶稣他说他的，我做我的，还是会像耶稣亚那样子全然信靠？不会只听10句话里面，不会只选自己2句爱听的，其他8句就当耳边风这样子。我们会像约书亚那样全然信靠，把这个应许当一回事，还是会像亚干，就是那个害群之马，只看见自己的需要？进入迦南地是约书亚面对许多未知的道路，但是在走这么多未知的道路之前，约书亚他总是刚强壮胆的跟随主。其实他本来没有这么有勇气的啦。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章就知道了，上帝一直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对不对？他其实是就惊啦，很会脚软的，会脚发软的。他如果不脚软，上帝不用这么啰嗦啦。好，约书亚他总是刚强壮胆的跟随主，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为了上帝，他可以把自己的疑惑跟恐惧放下，把自己的利益跟想法放下。也因此，上帝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不断的让约书亚也看见他如何与约书亚同在。上帝怎么说？事情果然就是照上帝所说的成就。约书亚他心里怎么想，怎么说，上帝也让约书亚所心想事成，让事情就这样来成就。反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的所言所行是不是能像约书亚那样代表上帝？我们的所言所行是不是能够代表上帝？如果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，那我们就的确可以像约书亚一样代表上帝，代表耶稣。愿我们所说的都是耶稣的心意，也愿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的喜悦。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不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祷告，难道不是吗？14节他说，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声音，没有像这日的。这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。在约书亚记所谈到的这些战役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些战役都是上帝发起的，都是上帝发动的，是上帝要约书亚去得地为业的。我们才读过的马太福音，我们也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，耶稣要我们朝向什么去努力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在约书亚记里面，特别是这段经文，表面上好像是上帝在听约书亚的声音，好像是让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了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也是上帝听人的声音，怪怪的。但是实际上，其实就像刚才牧师这样讲了一轮下来，其实是约书亚照上帝的意思去行。其实骨子里是约书亚照上帝的意思去做。现在牧师就要来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属于牧师的，但是实际上是属于建成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。这个例子，这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1楼大门右侧的那一块玻璃。我想可能这2个礼拜大家有来教会就会有看到。原本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这个玻璃当然更原本，去年还不是这个样子啦。
应该是说我们在今年初1月2月那时候过年前，好，本来在就是1楼的柜台有重新装修嘛，好，就装修的更符合现代化，更符合人体工学这样子。所以那边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右手边的那一块玻璃，那些本来是多少可以有点透光的，因为它里面是那个百叶窗，好，有的时候英英姐会把那个百叶窗拉起来啊，里面就会透光，会看到里面有人那边动来动去这样子，是有穿透性的。可是呢，因为这样子改装之后，然后那一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个橱柜，一个高柜，然后就把它挡掉了，挡掉就不透光，然后就是先暂时这个样子。暂时这个样子呢，牧师就常常站在教会的门口啊，然后就想说，这样子感觉有点暗沉，教会的1楼的门面有点暗沉。我们都是建成教会的人，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教会。但是社区的人呢，经过的路人呢，你这样看过去，请问有哪里像教会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一间是教会，可能是某一间洗发店呐，还是我们这边洗发店很多嘛？我们教会这个巷子有没有洗发很多那种美容院、美发店嘛？可能是某间什么公司行号啊，某一间洗发店什么之类，就这样走过去，这样子一眼就是这样。第一印象啦，哈，因为也不会停留在这边嘛，就这样走过去，就是感觉我们教会这样子被人家这样走过去，好像完全没有那种教会的印象。有一间教会在这里，那一般人牧师就在想啊，一般人对教会的印象都是那个彩色玻璃，有没有？好，彩色玻璃，不管是那个天主堂啊，还是什么，就那种透光的那个玻璃啊，那种洒下来，好，那种彩色玻璃。我就想说，牧师就想，既然那种玻璃哈，那种彩色玻璃到处都有，大街小巷只要是天主教堂哈，像士林那边有天主堂嘛，他们有彩色玻璃嘛，还有台北台电大楼站那边有个天主堂，都是那种彩色玻璃嘛，很多。牧师就想，这种玻璃到处都有，应该价格不会太贵。好，我想价格应该不会太贵。那我就又认识一位台北公馆教会的退休长老，我知道他们教会在就在这几年，他们教会有外观有重新装修，他们有用到很多这种彩色玻璃。我就想说，既然如此呢，我就打电话去问这位长老。在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位长老他心里想的是镶嵌玻璃，他心里想的是彩色镶嵌玻璃，也就是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那一些啦。镶嵌玻璃哦，牧师也是这一次才知道的。就是我后来上网去查，镶嵌玻璃真的不简单呢。它是科学跟艺术的玻璃结合的玻璃工艺哦，就科学跟艺术结合的玻璃工艺。每一片每一块玻璃的色彩、质感、纹路都不一样，它制造的过程也相当的复杂。上面的色彩也是历久弥新，绝对不会褪色的。那是从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就流传到现在。那个长老心里想的是这种玻璃，但是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牧师心里想的呢是，我们都有马克杯嘛，马克杯上面不是有那个图案吗？好，或者最近有那个社区啊，或我们这些妇女做那个叠古巴特啊，包包上面有印一些图案啊，然后 T 恤上面也有一些图案嘛，就像印上去的嘛。好，牧师心里想的就是类似这一种做法的。我就想到说，那就是反正找了一幅图嘛，然后呢，给它弄成大幅输出，然后弄成玻璃贴纸，我就给它贴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我想的是这样。所以呢，那位长老想的是那样啊，我心里想的是这样。然后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呢，牧师也把这样的讯息让小会员知道，说我们想要做，牧师觉得教会的门面这样太暗沉了啊，我们应该弄一个像那种彩色玻璃贴纸啊，给它贴上去啊，好装饰一下，让人家知道说我们这是一间教会这样。后来找图片的过程呢，我就在那个就是这一次帮我们制作那个镶嵌玻璃的玻璃公司，我去他们网站上找看有没有现成的图片。我想说，哇，还要找人来画，找人来设计，感觉有点费工。
而且设计费也是一笔钱。好，就想说，看他们的网站上有没有现成的图片可以用这样子。就一上他们的网站，哇，就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一片玻璃。好，我们来放下一张。好，就是现在的这一片，我们再跳回上一张。好，再下一张。好，没有比较过都不知道不一样，对，好。我就看到了这一幅图画的设计，我一看到就哇惊艳。我就想说，哇，上帝连图片都帮我们预备好了。这一幅图有双重意义。怎样的双重意义呢？很多条鱼，得人如得鱼的宣教意义，还有好几块饼跟好几条鱼的上帝供应的意涵。有几块饼，几条鱼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礼拜后大家可以去数数看，里面来这样子。上帝连图片都帮我们预备好了，我就想说啊，这样透懂啊，没问题啊，没有问题了。接着就要进入报价的阶段。我心里想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客制化的玻璃贴纸嘛。对，刚才牧师想，就是玻璃贴纸嘛，玻璃贴纸这样子一幅是要多少钱呢？顶多好吧，客制化的那就算几千块好了。好，那顶多1万块嘛。好，1万块应该就可以打死这样子。结果呢，我就请这个长老帮我们去估价。一估价啊，牧师心就凉了一半。一估价，大家现在也可以猜猜看了哈，在心里猜猜看。从制作到安装完成，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整个，大概10万块。这样子整个弄好要10万元。我心里想的是雅琪亚夜市牛排啊，长老心里想的是王品牛排，这等级真的差很多我们就这样鸡同鸭讲讲了好几通电话，这样子也传了好多讯息，这样。牧师那时候看到报价单，我真的整个傻眼了。我想说啊，不用问小会员了，但是因为之前有跟小会员回复嘛，有在讨论嘛，所以还是跟小会员讲一下啊，因为这样所以那样，那我们就回绝好了哈，我们再另外再想办法，另外再找贴纸，找玻璃贴纸给它贴上去这样子。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打电话给这位长老啊，就跟他讲说，就是跟他讲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殊不知他就马上告诉我，他就说牧师，你先去问问长职的意见。如果长职 OK， 他会全部奉献，他就全部奉献，不会麻烦教会任何事情，他会全部奉献，这件事就这么成了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一个很清楚，为这件事一个很清楚的祷告，就只是放在我心里在想说，怎样让人走过，只是无意识的走过，然后路过我们教会就看到了这个，然后就这边好像这个是一间教会这样子。从头到尾我就只是这样想，我其实没有为这件事情特别去做什么祷告，我并没有特别为这个事情，就说啊主啊，我好想要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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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没有特别，就是也没有那么的迫切，就只是放在心里而已。但如今对牧师来说，就像约书亚的每一场战役一样，心想事成，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。今天一开始牧师也讲，这个见证是属于大家的。今天我们要共同来见证这个心想事成、有求必应的神迹，因为这一块彩色镶嵌玻璃，它所表达的意涵。不管是得人如得鱼的宣教意涵，还是几个饼几条鱼的这样子的记号，这是上帝要给我们建成教会的一个记号，是上帝的喜悦，是耶稣对他门徒，也就是我们这一群门徒的应许。这也是圣经的应许，它现在明明就摆在我们眼前给我们看。建成教会就是要得人如得鱼，建成教会就是在得人如得鱼，在往宣教的目标迈进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你们几块饼、几条鱼这样子供应你们。这是更是圣灵，就是圣灵在宣教上的邀约。
上帝透过这个神迹的记号提醒我们，也鼓励我们。如今我们在宣教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是正确的。不论是社区老人事工，还是福音篮球联盟，我们的宣教的方向跟态度是正确的。而我们在这样子宣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它也确实会供应。当然，除了社区老人事工，还有篮球福音队。牧师之前也不断的在讲，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场合，我们都在宣教。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宣教。宣教跟生命建造是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的。唯有生命能影响生命。我们是用生命在宣教，不是用策略在宣教啊。再好的策略，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生命，你能影响谁呢？顶多昙花一现而已。顶多昙花一现而已。因为当那个人，当慕道友进来，就会慢慢日子久了，不用多久，他就会发现这间教会怎么那么乱啊？人跟人，人心跟人心之间怎么这么吓都吓死了。狐狸尾巴，我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建造是很虚的，不用多久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，人家看不到、感觉不到吗？一定看得清楚、感觉得清楚，只是我们自己还在那边自嗨，不知道。所以宣教跟生命建造是一体两面。当我们在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场礼拜都在调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每一次的团契聚会也在肢体彼此之间的连结，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安慰。所以然后呢，我们从礼拜、教育、关怀、宣教，到最后财务这个部分，透过足够的财务来支持我们做这些宣教的动作。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方向、策略、态度，是上帝看为好的。所以，今天上帝透过牧师跟那个长老的鸡同鸭讲，这么没来由的在那边讲，然后呢，就这样成就了。这是上帝要给我们建成每一个人的记号。这也是上帝放在我们教会门口，不断的提醒我们。我们教会，就是为了要宣教；教会就是为了要建造属基督的生命，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所彰显的，我们所做的、所说的，都代表着耶稣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，我们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觉，我们就不会乱讲话，我们也不会乱做事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就是代表耶稣，就像约书亚他代表的上帝。所以祷告是为了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清楚上帝的道路，绝对不是一直在想我们要的东西。祷告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祷告是为了调整自己，让自己的目标、方向跟节奏感，我们的脚步、步调能够和上帝一致。祷告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自己确实是与上帝同在，而不是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。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加给我们，约书亚用这样子的祷告跟这样子的生命来跟随上帝，服侍上帝。牧师也期盼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用同样这样子的生命、这样子的祷告来跟随耶稣。在今天的诗歌里面，待会的回应诗歌里面，当我们要献上活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器皿里面装的不单单是自己的喜悦，而是上帝的喜悦。盼望我们所献上的，不仅仅是我们的喜悦，也同样是上帝的喜悦。让我们的心跟耶稣是连在一起的，让我们的意念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你是我灵魂的高台，我生命中的避难处，在爱中找到你同在，主我敬拜。我降服在你的脚前，感受你甜蜜的同在，渴望永远不要离开，生命真光是你的爱，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愿我一生跟随你的心意，我的渴望，我的全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，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同在，生命得以坚定，献上自己，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发现，我们真的也羡慕，我们真的也很羡慕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，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都在上帝的心意里面。我们也非常的羡慕，我们也非常的盼望，我们每天所做所说的都有上帝的同在，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就这样成就。这样的生命让我们非常的羡慕，这样子有主同行的生命是上帝已经应许给我们的，耶稣已经给我们同在了，以马内利的主已经跟我们同在了。可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把握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把耶稣落掉，不知道落在哪里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耶稣参与，但是今天上帝透过这一段经文，透过约书亚记，他重新唤醒，他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生命有他同在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，我们一生的意义都在他的手里。这样子的生命让我们何等的羡慕，让我们何等的渴望。这样的生命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。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，我的渴望，我的全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，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同在，生命得以坚定，献上自己，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，我的渴望，我的全心，将所有献上给你，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，有你同在，生命得以坚定，
上自己，做你器皿，只愿荣耀你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看重我们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为你征战好的征战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精兵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与感动，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行在主的旨意，用这样子的生命、这样子的祷告来服侍主的心意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。下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你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行总会行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，一起来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嘿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更大声，哦哦哦准备好了吗？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天，总会行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请坐。